時花樣男子，老師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，來師只喜愛讀書，偏偏他倆早見晚見，每日着住同樣純白襯衣，羅曼史開場於相鄰的桌椅，不過二人不敢放肆，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茫然是答駁，自有一面退開，暗裏很享受，卻怕講出來，兩眼即使移開轉開，心裏面也知這是愛。好似細個咁啊！快啲瞓啦，瞓完之後啲唔開心嘅嘢全部都唔記得㗎。你都冇。男子和男子怎能親密如此？老師難面對，卻跟他勾過手指，來師偏偏那樣痴。終於一次，他過去四目對望，然後垂下襯衣，迷惑中的老師，此時先自知，一向沒當這好手足女子，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純情何時會讓這悲劇揭開？他真的很意外，想起相識以來，一起溫書逛街聽歌看海。係咪我㗎？知故點解做咁耐未做好嘅？你嘅人咁粗魯，我就特登用手嚟，咁樣實淨啲。之後冇人幫你練。其實我有個朋友想介紹俾你識。為何還害怕？若覺得這樣愛，尚在計算他又是誰可否愛？旁人哪個接受這種愛？明明絕配，犯眾憎便放開，永遠的忍耐，永遠不出來，世界將依然不變改，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愛，可要像亮中那